我想修宪的这个议题，基本上的话，在国内的从政的一个政治工作来说，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希望能够修宪。那之所以希望能够修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双首长制度在运作多年之后，它有它一定程度的问题，特别是中央体制的部分。那中央体制的双首长制之间呢，会变成一个权责不分，然后政治冲突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历任的几次总统，还有行政院之间的一些干戈，然后在府与院之间的一个权责划分的冲突，其实不断上演。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应该要修宪。至于修宪之后，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双首长制的一个混乱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至少在我目前的意见的看法，是应该采取单一的首长制，就是到底你要走向总统制，不走向一个内阁制，要做一个取舍，而不要有所谓的半首长制半总统制或双首长制的一个中央体制的一个设计。而中央体制的设计的翻修，我觉得修宪应该也要适当的考虑跟立委的这一个选举的制度，还有形式来做一个搭配，这样的体制的考量会比较完整一些。我想到立委的一个选举制度的一个选择，无论是分区的立委要增加，或区域的立委要增加，从并立制是不是要改成联立制？我想这个跟是否采取所谓的内阁制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中央体制的选择应该跟整个立委选制的一个改选的体制应该挂钩在一起，一并考量。我相信这样制度的选择会更加的完整。